美贊臣有百幾年歷史，係美國銷售第一嘅嬰幼兒配方奶粉品牌。我哋矢志透過科研為全球寶寶提供安全、高品質嘅營養品。美贊臣立足香港超過半世紀，透過 A+ Neuro 智睿、Enfinitas 南樽、Gentle Care 親舒 Pro 品牌為父母提供優質、科研為本嘅嬰幼兒營養品，以及提供寶貴嘅育兒資訊，贏得家長嘅信賴同埋支持。美贊臣早喺80年代已經率先喺香港引入早產嬰兒嘅專屬營養產品，幫助咗超過10萬名早產寶寶。而喺2000年，我哋將含有 DHA 同埋 ARA 嘅配方奶粉引入香港市場。喺2016年，美贊臣更加係香港第一個喺產品引入乳鐵蛋白同埋母乳黃筋膜嘅嬰幼兒配方奶粉品牌。今年，我哋透過舉辦兒童營養研討會，建構平台同業界分享嬰幼兒營養科學嘅最新臨床成果，持續深化營養科學探索。另外，美贊臣亦都積極回饋社會，多年來同社福機構攜手合作，透過捐贈奶粉同埋營養品，將愛同埋支持傳遞俾有需要嘅家庭。此外，亦都同本地有機農場合作，教育下一代循環再生，全力推廣綠色生活模式。感謝各位父母同埋社會各界對我哋嘅信任同埋支持。美贊臣將會持續創新產品，堅守承諾，為寶寶提供一生最好嘅開始。